來看高雄市今年這天9日的疫情到今呢，這本土甲境外病例累積起來已經有16例啊。高雄市府是宣布獎勵措施，講這民眾若準是7、8月有出國去到這風險較懸的東南亞的國家，安尼就當先去衛生所來領一罐紅芒仔劑。等來到台灣的時，若準有主動來配合快篩甲採檢，安尼就當摕到500塊的禮券。民眾行李大卡細卡又咧行，規個高雄機場內底人吵吵吵，休主也是民眾出國嘅大季，不過嘛是境外天口節傳染風險上懸嘅時間。今年到今高雄市嘅天口節病例已經有16例，其中本土嘅有7例，境外一擺有9例。衛生局表示，高雄天口節嘅傳染風險主要是來自國外，為咗要阻擋病毒，現在也推出獎勵措施，除了出國進前會當先去衛生所領紅芒仔劑以外，等來台灣有鏡頭去診所快篩，冇禮券通領。有的時候能夠塗防蚊液，避免被當地的病媒蚊叮咬。那返國14日之內呢，如果有任何的登革熱疑似症狀，例如發燒、頭痛啊，或者是皮膚出現紅疹、腹瀉、嘔吐等症狀，那也希望是說市民朋友趕快去就醫。要阻擋境外一擺天口節病毒，機場入境大廳快篩站是第一關，然後發燒民眾對先防查出來驗，隨上專職病機治療。第二關就是各區的衛生所甲病機診所。衛生局表示，今年除了有鏡頭民眾去看診做快篩有獎勵以外，對高風險國家回來民眾，就算無鏡頭，嘛使去做快篩，趕快有禮券通領。他打電話給我幾天了，我就約我來，我沒有時間。今天我來，我說有時候有年紀大了，就有什麼病裡面有問題，就讓我們知道，就在處理，去看醫生這樣。那你知道他們有送500塊嗎？啊，有。也有70%的市民朋友感染登革熱的話，它是無症狀感染的哦。那這些人還是都有傳播的能力。那因此的話，我們也預期說，14天內民眾可以主動健康監測，來到衛生所來採血驗快篩，同樣也可以領500元的禮券。衛生局表示，天口節的防疫重點就是早期發現、早期診斷，預防境外天口節在社區燒毀。希望民眾會當配合防疫工作，若做好勢，大家健康安全才有保障。記者柯家竹、邱曉陽高雄報道。